是一个庄脚人，家境散食，辛苦不行，为着生活来拖磨。妈妈不捌字，但是教育阮一定爱认真读书，才有好前途。妈妈叮咛阮，毋做害人开心行，毋通暗偷做人做事，着爱正当。会记得妈妈你温柔的形影，我亲爱的妈妈。温柔又坚强。伟大的妈妈，伊是一个庄脚人，家境散食，辛苦不行，为着生活来拖磨。妈妈不捌字，但是教育阮一定爱认真读书，才有好前途。妈妈叮咛阮，毋做害人开心行，毋通暗偷做人做事，着爱正当。会记得妈妈你温柔的形影，我亲爱的妈妈。妈妈已经无伫咧，永远会记。